我们的手会很脏。那人家都没有带手他的手。怕他们。换小一点的。那边4个。啊？老师，你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要这里搭套好了。他想把那个4个。哎，你乱了。你们4个乱了。过来。啊，你们4个再这样子这4个把那个。来，他们。没有，我家4个。哎，好，我们还录影。哦，好，摸摸这样你们来，看看我的动作哦，这样，把这样一直这样，你们说有没有？要先把那个手松掉，好，然后用手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哦，有没有很干净哦？然后打翻一堆哦，然后再拿出手这样，把它弄松，弄松，比较不会吃力那个手。这个也是这个。哦，注意看哦，我也是老师哦。哎，你看，然后这样。哎呀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这个，等一下，你们罗伊要跟包彼得一起，那个轮流用，知道没有？那个草我们放在这个旁边，知道没有？轮流，来，包彼得那个巴一轮，你负责这边的，一组这个一组，来。妈妈去哪里？你们看，2个水柜，2个手，就这样，对，准备可以，这就可以了。对，很好，要拔到根，根要拔掉。你拔不起来就挖一挖那个土。教你怎么拔。没有在那里。来这边，继续这边。这样，拔起来。可以啦。好。手套不好拔。给小米前这要先整地哦，把草拔成整地哦。对。这样子这个吗？对。这边。来，那个谁？来，巴一轮这边。老师要去到哪里？姐姐，你摆的在哪里？姐姐，你摆的在哪里？哎，你干嘛去拔？再给你拔。这个一人4个人一排吗？那边。把你前面4个人一排。他说等下怎么拔比较收？问他看，先把边边的盖掉。我知道了。不要用这个方法。像他像绿色。这个怎么拔？别说弄不得的。这边也要做吗？对啊，3层。那我就顺便拔了。小孩，你张开叶子，你看这个，帮忙设计。还剩下最后一个了，这个不要拔。还有，小米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没有拔。不要去吵。包比那个巴一轮来。老师，你看，好，甩甩你好吗？来把那个草拔起来。歪轮，用石头来挖。对，可以用石头挖。你看，对，可以。只要不是芋头，其他都可以拔。知道了。还有2根。老师，我拿着老师这个而已。你们记得要挖。
集中在这边，要抢的地方，木尼那边。来这边。1、2、3。我现在外头人。那边哦。巴掌在哪？耶！你们老师看不到你。对，看我，你不要来看，你要来笑。白龙呢？来，来，你看。来啦。我什么大人都这个亮的叫菜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那个不是菜哦。可以在那里很久了呢，可以往前吗？来，走，这边老师拜拜。你在踩什么？来，好了，全部拔掉了，全部拔掉了。会怕草哎！怎么会怕草？吓死！怎么办？拔菜啦！我在拔菜，不是拔草。你看这么大只的蚱蜢，好大哦！看，我毛母也有抓过那么大只的蚱蜢。可不要，不要弄它。我毛母也有抓过啊。老师，拿点100把。看。这个好硬哦。原来是。感觉有这个。放好了。放哪里呀？给我看一些，我们把它放到旁边。他什么？给我。要我。老师，我发这里了。老师。哦好。我们没有再用，我们用石头就好了。对，超好的。这边。对，跑这。好，这边。打土。挖用这个用来的。看啊，他们都在拔。他们都在拔，就不用录了。哦，不用录了吗？那停了。